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艺人孙平甲狄英的姑囝孙安祖，一直以来有袂少的是非。这届佫因为甲经纪人早雅术火庆到台北的信义区踅街，引发着大风波。检方昨日因兜查扣着火庆、火药甲底刀，妨用庆炮罪，以30万来交保。孙平甲狄英快速找到进前伫美国帮忙过律师团来救后生。讲这团是王牌的律师团，3个人拢是前司法官转入着律师。扣以情报罪30万交保，爸爸带登去管教。孙安祖面对镜头比一个赞，满面笑容。慢慢推，慢慢推。会觉得交保30万太多吗？搁一摆比动会放假手势，心情看起来真爽势。和爸爸孙平着急欢乐模样是天差个地。改天有机会再跟各位报告。大家都辛苦了，真的不好意思。那千生高富保释金，翁仔某两个人找进前孙安祖去美国广东的台湾陪同受审的律师团共做联合，包括前高检署主任检察官何祖顺、包括复兴空难和金股王受罚罪案件，告前士林地检署检察官施宣玉过手处理过红海内鬼和胖达人的判刑案，前台中地院法官余德正嘛审过合期查扣案。经历拢控真知，因为孙安祖进前伫咧美国，除了讲要伫咧学校内底开枪，介绍家庭帮查扣1000多粒证据，各真侪基枪，相当可能互判10年。相同的代志，若发生伫咧台湾，恐吓公众是判2年以下，非法持有证据含情是判5年以上。我们今天就是有拍片。孙安祖这回互抓到是家属火庆，经纪人阁无要无紧讲按什么量产来赔，相当方法无期徒刑。虽然伊本人老神在在，不过爸爸妈妈是烦恼甲袂食袂困，讲真侪钱请王牌律师团，希望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